江山望佛百姓，명해山강타이跳呀自行，天空无分模样，乃神梦做英雄，强雄输脚脚头，蓝蓝一条下，团心随意，插脚头。 做唔地方都人还做去做先啊！唔好安尼好无？医生讲，下摆除了胃溃疡，还有严重的心律不整呢。我知哦，身体要种事情做唔得功能呢。迄项医百心创有电话往下要用的啊。唔会，我唔做去点都用班啊！我今日堂哥头家打电话来，我硬叫佢做去上班，我要做去啊！干嘛唔先急啊？头到做乜佢唔同头家讲嘢情形哦？ 你送来何先生讲啊吼，唔做得跟头家参详啊，真是应该。何先生點解嘅批論啊？啊，我2年以前，我真清白啊，認清楚講唔出清楚。啊，何先生，我刚去外面讲电话，顺便买了一些饮料，这里头有牛奶，可以给小朋友喝。谢谢，不好意思哦，麻烦你这么多。 不会，他们在医院待那么久，应该也饿了吧？谢谢。张生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何先生，真的很谢谢你送我来医院了，我很感谢你。不过你刚刚说要跟老板申诉过劳的事情哦，我想是不需要了啊，俺这卡是俺这卡不处理了。张仁生，这件事情并不难，我可以帮你。何先生，拜托，我唔可以講講，哎，我開心嘅翻啊，唔點解幾多歲？我5歲啊，我做嘛按兵做事啊？係因為哦，5年前我是本人裁員，本人4條路，那種完全沒有心理準備哦，就沒有工作，凍僵啊！當年時候，就不靠冇翻身用班。 我擁有不用寫字嘅壓力，有吉他唔掂我，那種完全沒有路可以走的感覺，你怎麼會懂？佢有時候我千命顧前條路，你唔過，就冇人愛我一種超過40個人，9個月哦，9隻嘅冇條路哦。 不用寫字，沒事哦，就唔敢。一種無條路、無人愛嘅痛苦，從唔係用喺後生人啊，用喺點啊？好啲啊，
迄个丫个头家牵强来，我懂感谢佢啊。古说我做些辛苦的话，说嘛个啊，谁工作不辛苦啊？我老板他也很辛苦。今天同事冇做诶，头家真忙，我冇资格啊，因为公司床头诶，做些听唔到诶，就慢来一讲。所以啊，要跟老板申诉过劳啊。你这个事情不要再说了，啊，谢谢。唔管嘢講打人哋嘛啥啦？冇啊。李雄，媽咪，係姐啊，你臨時公司練。唔怕唔怕。阿爸，有冇要行過啦？冇啦，我係醫生打水鼓，醫生要睬嘛。醫生冇睬啦，佢家下講我去超市買東西，幾件去東久嘅都要行門轉。驚矮唔見？唔是啦，你在等你就會啊，來泡茶，啊泡茶。唔怕啦，矮前面較急。哦。古信係唔理想來尋醫生呢？哦。我係想講，醫生啲工作上嘅事情唔談人嘅話，你上老佢講，佢應該較會談啦。心情唔好啊？冇啊。你心情唔好時，你面紅嘅。我為啲嗌啲啊。人家業務卡，又咪老係講，唔去超市忙轉，有啲團隊唔會啲嗌。佢係咪連反對我去樓梯面做些嘅事情都諗唔講啊？幾多懂成嘅？我上面查了一下樓梯面，發現家人之前嘅條路都冇封咗，唔係之前唔中意得條路嘅。董中醫，一係我安泰以來，禮拜吃到七家，總算啲叫做有意義嘅事情。我冇想到兩個按反對，啱唔掉應該殺。明明想要檢查下去，先講到身邊唔落老不卡嘅衝突。按叫做唔卡氣氛洞察，我就喺想，按你真勁好嘿，我可以檢查下去冇？唔掂喎，我一次次同險姐有冇靠嘅感情咁好，從來都冇講過我有冇靠嘅人家，應該提拜我。咪點同妻姨有冇靠嘅，唔係啲其實真正愛嘅節目，你唔估其實咁做，唔會真幸福。你想講，你想我應用嚟做啊？我中意生意嘅，快速喺無可人做的天數，快速喺做乜嘅事情，就唔是經過乜人嘅同意，如果冇咁咯，你影響人嘅不抗議，你唔顧計了，唔會先幸福。
我建议你调整一下心态，不要发呆哎。出了老天门，你会懂得容易嘅条路。我平日公安公司，我将一个计划，接將去參加環保活動，你知道董事行，你思考了嗎？喂，老天梦你好。你好，我找何英泰。我就是，请问你是哪位啊？叔叔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啊？我爸爸今天一早就去上班。你说我爸爸上班就会死掉，是真的吗？小朋友，你爸爸是在电器行上班的张先生吗？我不想要爸爸死掉，叔叔，你能叫他不要去上班吗？还是你可以教我怎么保护爸爸吗？小轩，当天我卖你啦，我看你们当成一条天班啊！妈，我先去上班哦。娘的喏，哎，正经要本伊客死，我初本伊拜托你上出面去讲，结果根本无效。要在王医生根本伊还去本去上班。佮你想要讲介绍去新的铁路本医生，佮医生讲有靠你啊，按佮等下伊就伫咧啦，哎哟！我为到遐个事情，强强要发展啊！王医生佮唔吃条路，我就会忧郁症的啦，我真是等唔落去的啦。等唔落去咩要等啊？无恁样的咯。佮医生哦脾气硬的硬啦，金要生人的金要少。哎呦，按图伊欠去，加减就通入去啦。去甲塞啦！我不想要爸爸死掉，叔叔，你能叫他不要去上班吗？还是你可以教我怎么保护爸爸？我建议你调整一下心态，不要发呆哎。出了老天门，你会懂得容易嘅条路。冷水含脏毛。几多点了，还你咩物价啊？停车管理处共费嘅费利记录整理好嘛？明明迄个两只菜条的事，做嘛你给我？念物价？无啦。宋明啊，
今尾有乜嘅工作要進行嘅報告嘅無？迄無嘅話，我先落來排練了。係你乜嘅啊？俺叫佢無愛做行通劇。無啊，做悄悄嘅幼兒園咩？過幾日嚟啊，我去個學校表演啊，小紅帽啦，大爺啦。有呀，這種事情沒有愛去啊。哪有乜嘅辦法？佢牙本樣做按無限啊！也啲嗬，悄悄喺我從細帶到大嘅，又係講，咪喺我嘅心肝嚟啊！生涯，其實根本你冇乜嘅事情，你係做得提做下班冇啊？當然做得嚟啊 ！Yes， 你要做得嗬，聽講一開始就唔是來。根本你所有嘅事情都分配下去咧，但請一個安親班嘅 case 係做成立來嘅，陳淑寧係一個楊小姐，因為加班費嘅問題，老安親班就唔好勢啦。醫生，醫生啊，你做得去安親班了解下。安親班哦，好，我去。安尼工作本好勢了，我先來排練咧。等一下，等什麼？我有件事情想要聽聽看大家的意見。張先生，你說的我都能夠理解，但是合理的要求工作時數並不過分，更何況你老闆現在違反了勞基法。何先生啊，我講這麼多你都沒有聽懂哎。說難聽一點的，我今天如果去跟老闆這個吵這些有的沒的，或者說我現在生病要請假，他只要不爽哦，就隨隨便便找人取代我嘛。哎，我們一家4口就靠我這工作這份薪水，我如果被 fire 掉了，你能夠負責嗎？你能嗎？我的確是不能負責什麼，但是你必須得對你的家人負責。再這樣下去，你可能會死掉，你知道嗎？哎，講乜㗎？做乜事係嘛？唔好激通啦，你何先生咩嘅意思啦？講唔講吧？不應該，冇樣嘅事情。先生，這裡是醫院呢，小聲一點。對不起，拍謝。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，所以我現在我不知道該怎麼幫他。一般來說，如果當事人他沒有意願投訴，我們勞體盟也很難介入啊。尤其他又不配合，那我們就沒有辦法去取得可以證明他勞動條件的事實跟細節，這樣根本就成不了案，更不要說是幫忙或解決了。那就算了啊，反正人家沒有覺得不舒服，我們幹嘛替人家覺得不舒服？而且我們案子夠多啦。哎，人家都已經說他有過勞狀況了，那我們怎麼放他不管啊？英泰，你會提出來，就表示你想管。是，因為今天一大早，我接到張先生小朋友的電話，一個7、8歲的小孩子在電話裡頭哭，他說他真的很害怕爸爸會倒下。我總覺得，如果什麼都不管的話，這個小朋友的爸爸真的會死。了解。既然你想管，那我們就去說服張先生成案。那我們可以怎麼說服呢？勞體盟過去也不是沒有遇過類似這樣子的案子跟當事人，這需要花比較長的時間去溝通。最重要的就是要先了解對方的心結，慢慢化解。可是我擔心是因為何英他沒有講清楚，或是什麼講了不好聽的話，才讓張先生他不願意申訴。哎，那並不是我的問題，好不好？是他自己沒有勞動意識的。你動不動就說人家沒有勞動意識，真的很讓我們不舒服哎。我只是實話實說啊。你那樣說也是這樣說。好了 ，OK。沒有勞動意識沒有關係，我們吶之所以存在，就是要幫這些勞工提高他們的勞動意識跟權益。宜晨，你認為英泰需要幫助，那這個案子你也一起幫忙好了。
我帮他？盛野，我不需要帮忙，我自己可以的。通常啊，如果有女生在，男性案主的态度比较容易软化，相信宜晨一定可以帮到你。哎，好，我一直后前把你 kiss 呢。嘿吼，安尼医生又跳舞盘了。好，英泰，安亲班你也一起去。大家互相帮忙，这样事情就做得快。是呀，唔讲我硬。哋要做事情做你唔同爱，拿回来细细嘅，爱做到哪多位啊？迄面皮拉盘，非你记了啊！你死掉了！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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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不能这样子，紫砂是防护罩哎，躲在紫砂就代表野心。你看不见我就不要再追了。那我也要紫砂防护罩。小孩子真的好可爱哦。小孩子哪里可爱了？小孩子都是恶魔的化身，都是不受控制的破坏狂，随时随地啊都可以让人崩溃。我真的很佩服那些有勇气提高生育率的人。你看你，总是这样子，开口讲话就像泼人家冷水一样。我只是实话实说。那既然你这么不喜欢小孩，怎么会因为张先生小孩的一通电话就心软了呢？不喜欢小孩是一回事，感受到张先生他儿子的脆弱无助，那又是一回事。张先生有几个小孩啊？有2个儿子，我记得小的好像还在读幼稚园。他的太太因为气喘没有办法处理工作，所以家里的经济重担都落在他身上。这样听起来，张先生压力真的很大，难怪生病了，也只想赶快回去工作。所以我们去说服张先生的时候，一定要让他感觉到安心，让他知道，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帮他保住这份工作。其实，我真的很懂得那种害怕失业的感觉，所以离职之前我都傻傻的。主管要求我的工作，多到我根本就做不完，可是我还是尽全力的想要拼命的把它们做完。你那时候如果叫我去争取的话，我哪有那个胆啊？后来真的没有工作了，心里真的好慌哦，也不敢跟爸妈说，甚至早上都假装出去上班，其实是去外面闲逛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们久等了。是杨小姐吧？对。刚才啊，有其他老师问，所以我就说你们是来参观的家长，毕竟我是投诉人嘛。那今天主要是想要请你们看一下打卡的资料，麻烦你们保持低调，跟我一起进来。
嘿嘿，小红帽，伢泡毛都不卡，我二郎失态。卡，生呀，挺毛的啦。我哟，很做的啦。宋明啊，你吃到药？太阳龙唔係應該懂哦哈。俺還唔拉惡，唔過我吃到強惡嘅法號，會嚇到死人嘅呢。唔會，有嘅死人冇得辦案，唔做到唔好啊，下悄悄嘅面皮啊，韓拜啊，佢啲好教，就無 TV 嘅啊。冇安尼練解到，好。好，來 ，Action！ 哭。拍攝。請問也位係樓梯妹冇？啊，係啊，唔係嚟神水嚇，係搶錯。啊，唔係啦，我係王醫生嘅阿妹，我係來尋調解嘅。請問調解有錯冇？王媽媽，我做去調解啦。啊。王媽媽，失場啦。安子生，也係我一時心意。俺下幾週忙嘅咯。王媽媽近邊來有乜嘅事情係冇？調解，我想要拜託老牙醫生開除，對我提出一種要求，實在真排斥。因為家爸老外就反對佢做一個條路，唔過我哋實主講來，佢就係唔通，故所我個不將條來拜託調解，我拜託本牙醫生走好冇？王媽媽，唔好安尼啦。呀，迄買個情形啊，這麼個醫生機阿妹，我來很生呀，開除醫生機啊。點啦。禮拜。啲電視上看到佢走去工廠抗議，我老家爸會嚇死嘅。我受到其他人說唔得，想講萬一佢參加抗議，促上安兩家實，本警察做起安兩家實，老人嚴家安兩家實，佢一隻細妹嘅。係我兩個保護自家，調解，我請佢期望阿妹做一個較穩定、安全嘅社就好。假身體吼，講好聽係熱心，講壞聽哦，係基本都會死嘅。細細啲學教，抗同學本高年成欺負。同學就講無愛計較誒，佢還硬愛推人出條，幾擺佢本人衝彎道，衝到條那連佢下針，調解，千神夢一段時間，按照顧牙醫生，不過牙醫生正經無適合做一份條路，要請體諒，愛到做也愛嘅心情。老外都聽書好冇？調解，安子生呢？王媽媽，唔好安尼講啦。咁我先落去嘅。順行啊！因為咯，醫生副卡反對佢來要上班。假醫生機係。如果他反對，堅持要來我上班嘿。哦，實在很不你感動哦。我希望我妹妹反對我一下。
妈个死姐，你卖再烦！孙呀，公司差我一介医生，今年薪月发拍，请试下一份工作，我知道佢要係楼梯门嘅助理，不过呀下今面就请来，弄个啥？爸。爸，你做来了。爸，你用没？爸。哦，你打工作来啊？系啊。哦，冇松快哦。冇啦，你要难难的天，当中哦要很多样诶。家全冇所谓，先落一些困啦。冇啦，冇事情。我等下转移试下要好的啊，佢早先送来货，你点啊？依来去点啊？好啊。哎，阿生呢？你修了脚，很有颜面，尿了。今天值班到早上，太累了，晃神一下就摔车了。哦，你按摩生意咯，还好啦哈。冇事啦，我都摆快啲聽聽。我都快快啲啦，跟你冇快啲就好嘅哈。我做了保全了，很辛苦哦。你家今日做太下班了呀？我也不知道值什么班了，因为人力不足，所以都要互相支援。我这一个月哦，几乎天天值班10几个钟头。我前天那次啊，还连值了24个小时。哎哦，你保全要按兵哦，要请时间去困啊，身体还要紧哈。啊。哎，对啦。哦。阿爸。啊。阿去上班。哦，我冇人讲啦哈，跟老爷咪讲啊，我哋滿好啦。哦。阿爸，上嚟咯。哦，生意啊，乜生意都啊？阿婆，二婆啊，爸，做咩？跳哪意見啊？等下朋友去啊。妈妈，我要吃鸡蛋糕。好，妈妈带你去买。小轩，按家人，你喺度做乜噶？妈妈讲爸爸会转来拿来等。爸爸，你空起来轻听诶。系啊，爸爸做些动忝哦。大本。你买个东西？妈妈根本你买给人个，本来老弟弟是拿留一扎本。爸爸，拄好肚皮耶。真嘅啊妈，来记给爸爸讲过要请好事哦。要懂好事。啊，爸爸实在等人我，就有精神了，有精神了。按乖啊，小轩，好，来走。这台540公升的，绝对适合你们家这么多人使用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爸爸，小轩表好多件行程再来，伊从来冇爱慢过啊。我今日吼，就好到前面买奶冇看到人啊。伊喺线上讲啊吼，要看到伊行出好到去睇门，用嘅呀，我冇见门咯。用去按用啲死人用人吐咩？我唔跟聽。攞其他佢同佢唔蒙過我啊！嚇！有啦，我要唱先生啊！吼，當天我們其他同學仲喺度見啊！吼，係冇消息的。哎呀，這啊！你空洞幾啊？哦，冇事。小軒啊，下課唔中副卡，即係你有裝埋嘅。壓你副卡按驗啊！
如讲查的案度，懂危险啊，应用个落个。那错公差。我来，要无先人也没讲，你去哦，懂少懂紧张无？按太的啊，还唔晓得想，真根本不能骗死。讲，这你要做乜嘅？因为哪凶呢？等一下啊，小轩，你要得发起，没人走。哎，怎么样？决定好了吗？帮我看一下。哦，这台是吗？对。哦，这一台啊就比较大一点哦，你看它也是同样可以对开，啊，它有640公升，比刚刚那个大一点点。除了打卡资料以外，幸好杨小姐都写工作日志，抄档案日期还有内容也都记录得很详细。那下次就拿这些资料跟院长谈谈看，应该是会成功的。嗯。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张医生。郝先生，还是我想问一下哈，我儿子小轩有没有去找你？他怎么会来找我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他不见了啦！不见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他不见了啦！不见了。我太太有说哈，我儿子小轩早上有用他的手机打电话到你们办公室。那我刚刚打电话到你们办公室，是说你早上有接到我儿子的电话，对吧？他早上的确是有打给我，但是这跟他不见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想说我儿子会不会去找你了。那他打电话给你，他有说什么吗？他只是打来问我说你是不是真的会过劳死？我感觉到他真的非常担心你。他刚刚有来找我，然后我就凶了他一顿，然后他就不见了。哎呀，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张生，你先不要紧张，你先报警吧。我这边也会想办法找我看的。好，先这样。邵先生儿子不见了。我去电器行一趟，我猜想小朋友应该只是在风中晃晃。哎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本条路的事情急挺忙，我朋友公司安排5下礼拜去面试。你迄廖专业会完成个进度，最重要个就会廖在明仔特别安的，你先注意了安的，啊。记得啊，董杰，因为没上公司，董安哦，有没有？上哥，那个伤害诉讼呢？蛮稳呐，你得记住啊。连新人都还不如啊！告诉乃论罪，诉讼期限有6个月，来看看你来啦，喊走啦。阿长烟哦，将来咩喊副会长啊？上哥。我记得时间未赶的呢。你啊，迄唔对市长讲法嘅态度係冇？那讲嘛你就要嘛。这件合约纠纷案，很可能协商还会诉讼，业在以前，还会处理好。你讲业在以前啊，公司无法度结案属实啊，算你。对了，现在都是做这种变频的洗衣机，所以呢，绝对是省水省电，没有问题。哦，这样子哈，好。张生，哎，你稍等一下啊。哎，侯先生，我儿子小轩还没有再打电话给你，或者去找你？没有，我刚在过来路上已经有打电话回办公室问过了，而且我也跟同事在附近找过了。这店里我上上下下前后左右我都找过了，都没有。然后我太太她也去联络同学、老师。唉，我这个做爸爸真的很失败，工作也做不好，小孩子也没有顾好。哎呀，调家钱无人，
无用来开班，南中用到3张好了。张先生，你先不要着急。我记得小朋友打电话来跟我说，他是想要保护你，想要来找你。我想他应该只在附近，并不会跑太远的。哎呦，张先生，我哋 ready to queen 情况啊，按4跟4嘅真唔会演，韩国自己也要打电话，冇听说等一下就到来嘅啊。唔是少啊，啲点都安心等。哦，拜托唔了查，按着车啊。唔是少，明白。我在紫霞就代表隐形，你看不见我就不要再追了。那我也要紫霞防护罩。小轩，小轩，小轩，起来喽！叔叔，你为什么要躲在这里？你知不知道你爸爸妈妈为了找你，他们有多担心吗？因为我这样就可以看到爸爸，也能保护他。小轩，你是不是很想守护你爸爸？那是不是因为叔叔说你爸爸有可能会死掉，所以你很担心、很害怕？可是你说的是真的，我爸爸都没有休息，都累到生病了，还继续上班。对不起，叔叔不应该说这种话来吓你的。小轩。你不是在电话里头跟叔叔说你想要保护你爸爸？那叔叔叫你有办法吧？什么办法？就是把你心里所想的都跟爸爸说，说不定爸爸听了之后会改变。没有用，我爸爸最近都在发脾气，都不听我说话。你不试试看怎么会知道啊？叔叔跟你说，叔叔小时候啊，就是有许多话想跟爸爸讲，但是却因为害怕不敢说，没有说，所以现在叔叔长大之后非常后悔。你要试试看吗？哟，俺有请也请咩，很放心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俺弟呢？哎，啊，请多请多，小轩，你叫回来呀！俺老娘们请多，我不听你啊！张先生，请你不要那么生气，小朋友平安回来就好了。小轩，你不是有话跟爸爸讲？嗯？假如哦，让上爱讲的话，勇敢讲出来。来，
爸爸唔好嘅，我根本你阿個做工作咧，從來冇給我過分爸爸子，因為爸爸做事動聽嘅，爸爸有100老奶講，你給我個做唔聽嘅，我冇希望爸爸聽。 唔過爸爸做唔得嚟講法嘅，有爸唔會安樣嘅，有爸嘅爸爸更溫柔，也係爸爸變嘅，將會爸比。老師，爸爸讓我謝謝你，爸爸唔錯，我就真乖。 給人講爸爸真好使，好使嗎？好使，好使，好使！奶奶真乖，小轩真乖啦。老太家報告一下，安親班的奧運動順利。 電氣行的總情商未同意申訴誒。醫生姊，夢想到拿手緊按辛苦，做啲愛手對唔較好調的啊。妞誒啊，發生乜嘅事啊？醫生，亞梅根本你只有來辦公室呢。亞梅？难道非得要死人了，你才会醒悟吗？ 你们凭什么来指责我？你说话也太不客气了吧！你是去协商，不是去吵架哎。来讲法嘅方式真经有问题嘿。唔讲法唔咩问题，係人表情。真紧做得无欠无挂，勇敢坚持，阿爷。明天开始啊，你不用来了。 走心跳我背，你跳啦，根本應愛去，乃為做事，按做 everybody， 愛開用笑面哦，掠下馬路紅，查案多，有人行動行，有人冇方向，按多故事隨時發生。